咱静心准备礼拜。兄姐平安。这时，请恬静咱的心来敬拜上帝。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对你恳求搁听候。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会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三甲来吟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请起立吟全首。心菩萨，上帝道义，
请坐，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疼痛，你固守阮的脚步，赏赐阮伫每一日拢得到主你保守的平安。对疫情爆发到目前渐渐解封的这段时间，对阮造成侪侪不便，出入聚会拢受到限制，改变了阮的生活方式。求主赐福伫你听的这片土地，互阮同心对抗病毒。各国政府对抗疫情的智慧甲政策，求主掌权。第一线医疗人员的健康，求主看顾。每一个人手内所做的工，拢要得到接近甲祝福。求你大能的圣手，使阮阻止疫情的扩散，减弱病毒的传染，人民感染病毒的患者得到医治，早日恢复健康。求主赐落平安，伫世界人心惊吓的时刻，互百姓知影回转找求主，来得到平安的源头。阮即时要归荣光伫主你的面前，伫你的圣殿内面敬拜阿罗你。愿一切事奉成做芳芳的祭，献伫主你的面前。求主赐福原谅长老分享的信息进入阮的内心，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求主赐福阮的教会，伫逐项事工的推行上有你的帮助。每一位同工对你遐得到气力，尽心尽力为主所用。求主看顾阮的牧者，保守伊的身心灵，用满有温高的智慧牧养你的百姓。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主的名求，阿们。这是来启应文第10篇，也是诗篇27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占领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伊会甲我囥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收去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一声，着信靠上主。赞美圣诗第575首。
请会众坐咧吟就使。共修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3章11节到13节。因的大祭司带精神的血进入至圣所，为着人民赎罪。精神的身躯托伫营外烧，所以为着要用家己的血，互人民得到洁净。耶稣嘛伫营外牺牲来死，安尼，咱就出去营外，到伊遐，甲伊同受凌辱。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这是要来正道，原谅长老所要分享的信息是：营内营外。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这个在世，伫这疫情的中间，你去召集阮所有信的人来到伫这个所在，这个敬虔要服侍你，求主你的灵，今仔早已到阮地底，阮伫遮有平静的心，这思考你圣经中的话语，阮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的圣经节内面有一位通讲圣经内面虽然无真明显，但是真重要的一个观念，有一个营的观念，就是 camp 的营吼。所以耶稣去到营外，伫遐受死，然后营那是啥物人？所以这个营
伫圣经，咱也按考察、按考到尾，真重要的一个观念。咱通讲，即个赢，就是一个范围，范围会当互迄个内面的人得到保护，互内面人发展出伊家己的文化、伊的组织、伊的心态，甚至伊的教育。咱通讲，伫咱日常的生活内面，上清楚一个赢就是眷村、贯村。军队的迄个贯村吼，贯村真清楚，就是一个营。伊的围墙内面的文化，甲外面是无啥共。伊内面的人的信仰、伊的心态、伊的行为、伊的教育、伊的价值的标准，其实跟咱外面的人，咱真明显会咱看出迄个无共。正是咱出来选总统的韩国瑜，大家拢讲这就是标准的建村的子弟。伊真灵巧，真好讲话，真有迄疼国爱国的心，这物可能跟咱外面的人真侪人拢无共，所以真侪人认同伊，认同伊的人非常的火热，叫做韩粉。无认同伊嘛是切伊切到要死，所以这个赢内甲赢外，形成一个无共的文化，形成一个无共的价值的观念，内面甲外面有真大永远有对立甲仇恨伫迄个所在。我记细汉的时，我伫南部，毋捌听过啥物叫做刘家酸菜白肉锅，一直到我来新竹教册时，我知影讲，这就是标准的左营建村口味。伫咱台北就有一间即款的店吼。我昨昏做伫电视看到讲左营，左营有一条路，迄顶悬足侪卖迄个军用保养品，所以部队内底。这装备检查欠伊的人去遐买就有，欠两个枪支去遐买嘛有，欠一个 X 腰带去遐买也有哦。所以迄款物毋是咱其他所在看会到，因伫迄个贯村的附近形成因家己的文化。佫分享一点，我细汉伫台南，真正我1岁到18岁拢伫台南大汉，我毋捌听过啥物叫做酸辣汤，一直到我去台北读册，我较听过，食起来佫真正袂歹食。但是迄阵因为台湾国语吼，所以酸辣汤有当时嘛讲袂好，拢藏在讲做酸尿汤哦，去用笑啊要死安尼。所以无共的文化，食物的文化嘛无共，态度拢会无共。我会记我读初中的时，阮校隔壁是一个水交社，水交社就是本是那个日本水兵交易社，叫做水交社吼。尾仔形成一个贯村伫个所在，伫迄内面的帮派是自成一个帮派，叫做外省的挂。他们校这歹囡仔，不时伫遐争来争去，拍来拍去。我较早一个司机，因爸爸是将军，伊甲我分享讲，因住伫贯村的时阵吼，迄个无共款的情形，互我这个台湾囡仔大开眼界。因为伫贯村的时阵，迄将官吼，因爸爸是将军，拢有迄个电话通敲，逐摆来敲电话敲了，电话要放落挂掉之前，拢要发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啊，发是啥呢？吼，咱即摆是讲平安等等，但是伫贯村的时阵，电话拍到囥落去，中华民国万岁，这前所未闻哦，这是建村内面一个文化，咱毋捌听过，咱无了解的所在。但是就是圣经内面，咱通讲起初爱莲农就是一个营，虽然毋是贯村，但是这是一个营伫迄个所在。上帝伫因内面照伊的形象来做人，亚当甲夏娃放伫迄个内面，照伊的形象做人，咱毋通误解。拢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是中国人，还是讲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毋是安尼。主要是讲照上帝伊的特色，上无共的气质，就是圣洁，甲伊有自由的意志，这两项原则来做人，互人有圣洁的行为甲心，互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但是自由的意志永远互人会犯罪，犯罪结果互人变做无圣洁。迄个所在，明明耶稣甲亚当甲夏娃讲，迄个智慧果树的果子毋通食，食的日你就会死。但是上帝互伊有自由意志，伊互伊会当去选择，虽然迄丛树伫遐，叫伊毋通去食，但是互伊家己选择要食毋食。咱讲你若要真正足圣洁的迄个人类啊，上帝咧做一下放落，慢慢放迄丛智慧的树。第一代也都袂犯罪啊，但是上帝悠然放伫遐，因为乐园表现是一个永生的所在，永远的活命所在，所以迄个秘伫迄个所在，迄个自由意志互人，结果伊选择违背上帝的意志，伫遐
去食迄个果子，所以人伫迄个所在开始无圣洁。所以上帝通讲，咱用较文学的角度来看，较即个活的态度来读即个圣经来看，讲上帝伫遐要学习安怎跟人来相处。因知影讲人伫遐会误用即个自由的意志。上帝爱后悔，伊后悔做人。你知影伫圣经创世纪第6章第6节迄台啊，伊有安尼讲：耶和华上帝就后悔做人伫地上，心中非常的忧伤，因为耶和华看人伫地上罪恶真大，规日所思想，拢总是歹的念头。迄就是伫拿阿的时代以前，迄个时阵人的世界充满罪恶，唯一的义人就是拿阿，伊的囝子孙是毋是啊？佫毋知。所以上帝真后悔做人伫世间上，所以伊后悔，所以讲要用大水来糟灭即个世间的人。所以上帝伊有后悔，伊想讲起一个爱甸园，伫内遐，互人有自由的意志，互人出生的时阵、创造的时阵就是圣洁，安尼人就会当欣赏，伫遐过一个快乐、幸福、永远的完美的生活。但是伫遐毋知影讲即个自由意志，人会甲误用，人会去选择背叛伊，可以使人变作无圣洁。但是伫遐爱当乐园内面，上帝所设立的就是讲爱圣洁的一个营区，那毋是咱无当吞论的，所以因受赶出伫王外面。所以迄个所在，耶稣讲伊上帝讲伊后悔。所以你学习甲人安怎做伙，但是发现讲人真正会犯罪。所以你爱出来记第32章迄个所在嘛有记载另外一件代志。摩西去山顶，甲上帝见面，伫遐接纳迄个十戒了落来40年落来，发现讲下骹咧拜金牛啊，伫迄个营的门口伫遐拜金牛啊，所以非常的生气啊！我上帝讲要甲这人拢走袂掉。但是摩西伫遐甲向上帝求，讲你毋通安尼做，你安尼做会互埃及人踢笑，讲你甲这个百姓带出来去沙漠去山林，就是为着要甲因杀互死。所以上帝伫遐有讲，这个第32章讲，所以因为安尼，耶和华就后悔，无甲所讲的灾祸降落伫伊百姓的身躯顶悬。所以通讲，上帝做人伫这个所在，伊伫遐学习。免啊，甲人三伙做伙，毋知影人是遮尔硬劲应景象吼，遐尔歹做伙。所以上帝对因发烈怒，要将因糟灭。但是摩西恳求，所以改变伊后悔的心意。迄个时阵，上帝伫迄营内面，伊行走，甲人做伙住伫营内面。但是人会无圣洁，互伊无当继续含人来住。即个营也连远。圣经内面来讲，迄个时阵，伊伫内面，天气起凉的时，伊伫园中咧行，呼唤即个亚当甲夏娃。亚当夏娃听着上帝说啥，牵去秘伫园的树仔内面，惊叫上帝找着。所以你看，上帝伫园内面行，亚当夏娃秘伫园内面的树仔。所以迄个时阵，上帝创造人，要伫遐甲人做伙。上帝住伫即个营内面，但是人因为犯罪。无让甲上帝做伙客气。旧约的时阵，上帝互以色列人有真强的迄个赢的观念。起初出埃及的时，伊组织以色列人伫迄个营内面，亲像马太福音第23章安尼讲，甲恁组织做伙，敢若家母咧保护细只鸡仔共款，伫迄10个下骹甲保护掉咧。所以出来记嘛有安尼记载，讲以色列的营咧。头前你行的上帝使者呢，会活倒转去伊后壁，分条也因为安尼倒转来伫后壁，所以伫迄个以色列营甲埃及营中间有分条伫遐徛在。但是注意，这个时阵，上帝已经无住伫营内，埃甸乐园去互赶出来了，人就无住伫咧，上帝就无住伫以色列人营内面。所以去到迄个西奈山的山，出来记19章有安尼记载，讲伫遐组织的第2日的早起时，山顶有雷咧闪，有闪电，有足高的云，迄号角的声真大声，营中的百姓拢惊着惊，所以摩西带百姓出营来迎接上帝。所以通讲迄个所在，咱知影上帝无住伫即个营内面，
摩西来带以色列人出这个营来迎接上帝。咱注意伫迄个耶甸乐园的时，我头拄讲，上帝伫园中咧行的时，亚当甲夏娃秘伫园内面树木后面，所以表示讲，上帝甲人共款伫迄个营内面。上帝伫个耶甸乐园内面，含人做伫即个营，但是即个时阵，上帝无住伫营内，甚至摩西即个义人，嘛将伊的帐篷、帐篷搭伫即个城的外面，伫即个营外。出来记安尼记载讲，摩西受上将伊的八帐篷吼，搭在即个营外，离开即个园的所在，称即个帐篷叫做会幕，吼。若要求过耶和华的时，就去到营外会幕遐去求过耶和华。所以通讲很真清楚，就是迄个时阵上帝无住伫营内。你若看即个圣经，上帝有营内。甲上帝就无赢来，上大的变化是啥物？这是我的迄个吼，毋是讲圣经也有安尼写，我的观察，就是人的生命地少，伫爱东乐园赶出来，爱东乐园本来是个永远我的所在，是无人的生命是无限制，但是去互赶出来了呢，咱咧做先做上开始，咱读圣经咧拢950岁、970岁，拢活真侪岁，一直到拿亚的时，活到600岁时有大水，然后死的时是950岁，所以亚是唯一上尾一个活到900几岁的人。亚的囝闪，敢若活600岁，闪佮生一个囝，阿法萨活438岁，阿法萨佮生一个囝叫撒拉，撒拉活433岁，按900几岁、600几岁变400几岁。佮生一个囝希伯活433岁，生一个囝法勒464岁，所以433、400佮无当伫光呀，敢若股票爱落来起来安尼吼。佮生一个囝叫拉五239岁，哇，动荡，经济条件不好，变230几岁。生西洛230岁，生拿赫就是阿伯拉罕的阿祖，哇，148岁。生塔拉阿伯拉罕的老爸。200岁，阿伯拉罕175岁，生以撒180岁，生雅各147岁，生约瑟剩110岁。创世纪6章30来讲人是属血气的，人是属血气，所以上帝的灵无不时堪伊伫咧，伊离开爱甸乐园就无永远的活命。但是上帝讲，要顾要互伊有120岁的生命。所以人对离开这个甲上帝做伙赢以后，人的生命一直寿命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按900几岁，一直减到约瑟的时阵110岁，然后佫过得佫较惨，到18到15、16世纪时阵，平均30几岁。即摆咱现代社会佫渐渐起来，到100岁。我想若100岁，即摆是有哪通讲，毋是袂当，90岁就无稀罕。我即摆71岁，我人生的规划、财务规划拢规划到90岁。叫阮太太笑讲，你到底有法度开啊90岁无？但毋知我若无法度喺银行借钱，该借到20张90岁吼，若无就甲倒掉就好吼。即上帝甲人伫咧是，即个营内面人的生命真长，然后咱离开即个营，上帝离开营，无甲咱人大的是上大的差别，就是迄个生命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所以上帝祝福含人无完全做伙，然后营。外面有会幕，上帝伫外面咧住，是尊贵的所在。所以，逐届摩西若出营要去会幕时，百姓拢在徛起咧，甲欢送，一直到摩西去到会幕啊，较倒来。摩西若入去会幕了呢，迄分条就伫迄个会幕甲营的中间徛在伫遐，互伫遐隔开，甲人袂当安尼亲接。所以人为虾米会离开？为什么上帝离开这里？因为伫营内面百姓已经弃杀上帝，无认捌上帝。头拄咱讲，摩西去山顶40暝落来时，第一眼看到是伫遐咧唱歌，伫遐拜迄个金牛啊。敢若离开40日时，人就已经弃杀上帝。所以上帝因为安尼，人是无清洁，所以无愿意甲无清洁来做伙。迄一日，利未记记载，讲利未的子孙也刀可能腰子头就行到伫营内行来行去，干那迄日百姓被杀就有3000个人。
上帝离开这个营，营外变作是无清气的所在，甲伫遐上帝伫迄圣殿的所在。但是到旧约时阵，会幕还搁伫遐，但是营外变作一个无清气的所在。利未记安尼记载讲，营外是污秽无清洁的所在。你也找着大麻风病伫的身躯，伊就去用赶去营外，因为伊无清洁，在独居伫营外吼。尾仔咧，你也清气了，你开当个营内。所以俗济礼仪嘛是讲，你出迄个精神的身躯在烧伫营外，然后迄烧只公的羊啊，献一只放一只，伊皮肉甲屎拢烧去，放伫迄个野外所在。甲迄咒诅物拢放伫野外，要受死的人拢伫野外拍死。所以伫野外也要定一个所在做便所。你会知影讲野外拢变一个较垃圾的所在。这是上帝无伫营内，人上帝伫迄个所在住伫营外会幕，但是营外同时嘛是阁是一个垃圾污秽的所在。不过上帝一直咧学习安怎跟人做伙。一段时间了，上帝阁改变伊的心意，伊去住即个营内面，伊将会幕搬即个营内。咱真知影伫旧约时代，上帝赐即个赎罪的条例，互百姓有迄个清洁的方法。伊想讲，甲恁过开，恁无清洁，袂当见我。但是这毋是永久的办法，所以我干脆即个营内赐恁一个清洁的方法。所以律法伫迄个说，互因照迄个律法规定，会当即个清气。甚至耶稣甚至上帝住伫迄个至圣所，会幕内的至圣所，搁伫遐放一个约柜伫迄个所在。约柜代表上帝伫迄个所在，甲人咧沟通。约柜内面有几项物？第一项是律法，内面有10戒。代表上帝的公义，代表上帝的律法，伫迄所在要互人来遵守，会当得到清气，所以甲人会当上帝甲人会当做伙。第二项内面有一个发言的官仔，就是迄个时阵要选大祭司的时，阿伦会个官仔发言，所以代表讲是上帝的竞选，所以发言的官仔放伫因内面，代表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的竞选，佮放玛纳伫迄个所在，代表这是上帝的恩典伫迄个所在。所以迄个时阵，一切敬虔的活动，甲上帝的沟通、上帝的默示、上帝的慈爱，拢伫营内面来发生。约柜变做人甲上帝沟通的一个媒介，伫至圣所内面，一直到大卫的以前扫罗的时阵战争，迄个约柜拢无去，无当找。一直到大卫的时阵，较甲约柜去请倒来。但是到所罗门王的时，了后利用上元八章以外的记载，就无看到约柜的记载，约柜就失踪去，无当看。安尼开始有400多久，上帝兴起先知，用先知甲人来沟通，上帝真少甲人直接来往吼。所以，通讲迄个时阵，上帝咧思考。我甲恁做伙时阵，恁就是无圣洁，无法度互恁改变。我伫外面的所在，恁嘛是伫遐无反悔。我伫遐咧思考要创啥的时，恁一切营外嘛是垃圾，营内嘛垃圾，我嘛毋知要创啥。尾仔想想，我即摆营内，我伫会幕内约柜跟恁做伙，恁嘛是背叛。所以上帝伫遐思考400多久，伫迄个所在用先知来甲人沟通。迄个至圣所内面已经无约柜。上帝用过先知，透过先知甲人沟通，伫营外营内，咱拢袂当记上帝。上讲是一个模糊的期间。我头讲用文学的角度看，就是上帝咧思考，要哪甲人来相做伙。但是真趣味，到耶稣的时代，其实耶稣就讲无迄个营的概念，但是人无法度摆脱迄个营的概念。所以上帝思考400人了，讲我伫营内，伫营外。甲恁做伙，无甲恁做伙，恁拢是无清气、犯罪，毋知影接受恩典。所以伊想到的方法就是讲，爱有一个耶稣伫遐替咱来死。然后耶稣的死所代表就是讲，无阁有营的观念。耶稣死的时阵，至圣所的迄个布幔裂开，互逐个世界人拢来看，内面无约柜，上帝无阁伫迄个所在甲咱做伙，互咱逐个拢真清楚，上帝甲人要直接来做伙。你甲人，你会当直接甲上帝去讲话，所以你希伯来书13章12节讲哦，咱来直接来城外来就伊，来甲伊做伙。
忍受伊所忍受的凌辱，伫遐甲伊做伙，然后接受伊的指示、伊的命令，就讲即摆已经无赢，恁来去普天的去传福音。但是人无法度摆脱即个赢的观念。以色列人的传统，因的信仰就是一个赢；犹太主义就是一个赢。外邦人来讲，因讲我是选民，你是外邦人，看不起外邦的人。马太福音15章记载一个故事，讲一个迦南的妇人人，伊的查某囝互鬼附身。迦南的妇人人，这就是外邦人，来到遐要救耶稣，拯救伊的查某囝。耶稣用犹太人的角度甲问，讲主人桌仔顶的饼，敢通互狗食？这个话是非常伤人的心。一个妇人人，伊的囡仔已经受鬼，敢若着精神病的，要求医治，拢绝望咧求医治。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甲比如做狗，但是这个妇人人讲，狗嘛会当食主人桌顶落落来饼油啊。所以耶稣伫遐用伊的这个对话，甲犹太人迄赢的观念充分表达出来，互因知影讲，这个救恩嘛是要到这个妇人人外邦的地方，所以救这个查某囡仔。到底赢来是发生啥物代志？是那公义甲稳定拢无去，敢若看到教条、仪式甲传统。本来约柜内面的3项物，10诫代表公义，即摆变做复杂的教条甲传统。本来迄个法律的关啊，代表是竞选上帝的选民，却变做讲我是选民，所以非常的骄傲，真大的偏见。迄个玛纳伫遐是代表讲，互恁真足的稳定，却变做理所当然，毋知人感恩。所以人无法度摆脱迄个赢的观念，因为赢内面伊有迄个自由，伊会当任何诶想法拢会当去做，无受上帝的公义的管教。咱时常将信仰当作一个宗教，叫做基督教。我经常来讲，我甘愿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无爱讲我是信基督教的。其实咱来反省，咱家己长老教会，含犹太人共款，嘛是一个赢。咱拢美伫即个赢内面，咱讲究一堆的仪式甲规定。坦白讲，这仪式甲规定，我相信甲基要的真理拢无关系。基要的真理记载对，你来看使徒圣经遐读的迄个基要的真理。但是咱今仔日，咱有真侪规定仪式，比如讲，无受洗礼就袂当带诗班，还是讲袂使主理，袂使带团契。我相信有即个长老教会即个营内面有伊的原因要做这样代志，但是我相信这绝对毋是耶稣的意思。耶稣是撒该即个人，伊嘛是要甲拯救，伊绝对连一个信徒都毋是。伊讲今仔日我要到恁兜，伊无讲你还未信主，我无要去。伊无讲你毋是相信团契，我无要去；伊无讲毋是你毋是要受洗，我无要去。无安尼，但是咱有真济无新闻、无讲出来附加的使命，伫咱即个教会内面。我伫看，因为去国外还佫转来，所以真济时阵看到咱长老教会以外的教会，有真济因是较自由，较无基要真理，因较追求，因较热心，因较表现伊的热情。但是呢，较无遮济仪式。比如讲，咱无读新学院，无经过传道，你就袂当服务。但是真济教派毋是安尼，你新学院出来，你就是小会若通过，你就是牧师。我的亲家伫工业界做甲工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伊尾来献身去读新学院。新学院出来，即摆伫斗六的夫妻教会伫遐做牧师，并无经过传道的阶段，也无写一个论文，也无这个仪式，拢无这个物。但是我相信，这无减少，伊是上帝的竞选的传道人、传道者的迄个意义伫咧。但是伫咱这个营里面，咱有真济规矩。我伫中央中学做董事，中央中学总会规定，要偌济的一定是爱牧师伫遐做董事。你去中华病院，你去马街病院，一定要偌济以上是。拢是基督徒，还是讲长老较会使。当然，我相信咱伫遐要将基督听的精神来传落。但是，这个规定往往有真济问题。做到迄个所在，伊无一定捌管理；做到迄个所在，伊无一定要遵守，拢无要落来。大项代志拢会发生。但是，这敢是基要真理的一部分。这个规定敢真正遐尼重要。我感觉伫这个敢若约柜内面，迄
迄个公义甲信仰渐渐变做规条甲传统，咱伫遐咧接受这个物，咱伫遐为着这来伫遐咧争论。真侪时阵，咱重知识，重过于重怜悯。但是哥林多前书第8章安尼讲，知识互人自高自大，只有疼心会当造就人。敬虔的外表，若无生命实际，马太福音15章安尼记载讲，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你尊敬我，心却离我远远，将人吩咐的道理教吹人，所以拜我嘛是枉然。敢若将人的道理你教示人来拜我啦，嘛是枉然，因为心离我远远。咱伫教会内面讲究疼心谦卑，咱礼拜日是礼拜日的信徒，毋知咱有将咱的信仰伫拜一到拜六，拢有甲应用出来无？咱伫营内面，咱拢是上帝的囝是真有疼心，但是我感觉讲，哪会当礼拜日安尼嘛是真好啦。就第一日，亲像天日，最少一礼拜有一日嘛是真好。但是真重要，阮行出这个营，咱有将咱的疼心、咱的信仰摕出去无？行出去无？咱讲希伯来书今仔讲了，咱得去营外就医，忍受伊所受的凌辱。营外的世界充满忧胁甲痛苦。你看耶稣去营外受苦，顶是一个伫遐的时阵，甚至是顶是一个上尾一刻，边仔强盗甲讲，甲忧胁，你也是上帝的囝。叫阮三个即摆做伙跳来，上帝无照因的话去讲，但是外面的世界真侪诱惑伫迄个所在。伫往记上这18章有记载一个故事，厄巴底的故事。厄巴底是亚哈王的一个大臣，亚哈王犯罪，有以利亚基督，所以迄3当久拢在远吼。伫迄个所在，厄巴底是一个真虔诚的人，伊伫个所在要抬迄个先知的时阵，伊伫遐唱100人伫遐，吼供因者清用，伫遐甲个因的性命。基很到的是，亚哈王拜托厄巴底去城外去找看有啥物通食的无，去找看有啥物生机无。所以我记上卷18章讲检采，咱会当找着青草，通救活咱的动物甲咱的生命。这所在记载真清楚，伊无讲出去外面安静的所在，找看伫遐会当cứu着上帝无？伊去找青草，去营外找青草，无要找上帝。啥物是咱的青草？钱财、关系、知识、享受，就是咱的青草。咱去营外真紧就去互青草所诱惑去，袂记得通找上帝。约翰福音第1章38节迄个所记载，加西的约翰，伊本来伊是做耶稣的造成替伊铺路的，伊有真侪门徒，渐渐耶稣兴起，加西约翰卑微落时，有2个学生去对耶稣。耶稣问伊一个问题，通讲是人类第一重要的一个问题。伊甲这个学生问讲：恁爱什么物？恁要追求什么？你们想要得到什么 ？What are you seeking？ 你们在找什么？这是上帝对咱的一个挑战。咱每一个人爱问家己：咱到底咱的人生咧找什么物？咱是像厄巴底同款，伫遐找草，无找上帝。标准是营外的行为同款，还是咱伫遐外伫遐要找上帝？要注意，咱作为基督徒，若要做出教会，去到营外时，咱去救耶稣，毋是去救世界。咱入去世界，伫遐找耶稣，照耶稣的指示去行，毋是伫遐找世界。但是去营外人真紧，就去互伊拖落水去，伫遐咧找草啊，无咧找上帝。这是厄巴底的问题。我讲这是厄巴底现象。厄巴底从细汉是足虔诚的人，但伊出去营外，伊要找草。伊无伫遐要找上帝，伊的心智软弱，所以伫营外有3届讲我若转去亚哈王一定给我杀。伊毋敢违背亚哈王讲去找草的迄个理念，伊较去找草，伊若无找到，伊惊转去去亚哈王甲杀死。所以伫遐心智软弱去。基督徒若伫营外，伫世界内面咧工作，伫无信主人中间，
真简单，真侪咱周围95%拢毋是基督徒，会互踢笑。敢若亲像彼得，圣徒彼得，第一个大门徒彼得，伊去到世间的是3届毋认耶稣，连彼得就是世间内面3届毋认耶稣，咱会互孤立起来。95%人拢是外邦人，咱有迄个自由的诱惑，伫外邦人中间做代志真自由，也免思考这有无犯罪，我较有犯罪。我常在像圣经内面讲，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歹迄几项我甲列出来10几项。我一届好啊看，一项正啊看。什么头体我嘛无呢？啊，什么奸淫我嘛无。哦啊，做假见证我嘛无。啊，一项正啊看来讲，我真接近圣人哦。但是事实上，耶稣所教导来讲，伫迄头壳内，毋知每一秒钟犯偌济罪，自由诱惑。你去外面的世界上，你的道德标准是降到甲世界共款，比法律的标准搁较低上。伫遐，你就是无清气的，你就是袂当甲上帝做伙。上帝伫遐的所在，无爱你即款，所以上帝互耶稣伫遐用伊保护要来世间刻意开咱这个决心。教会一定要行去赢我，因为这是耶稣互咱的使命，讲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只只观察。我伫公教会到今仔日，我嘛是还佫会友，虽然我已经离开伫这个所在，无直接做伙。公教会伫我过去看来，20几担要到30担，咱有一步一步行向赢外，这是咱的特性啊。大省咱有8楼9楼的聚会，后来有7楼的华语的礼拜，咱摆脱迄个第一步，第一严重上久的一个传统就是语言，信仰甲语言无关系，语言。是救恩的工具，语言毋是救恩的必要条件。但是咱真长一段时间，咱台语教会因为这个传统，互咱伫遮感觉我有这个台语传播的使命。台语真水，咱大家传播。但是这是一个文化的使命，教会一定爱打这个传统。这个上严重是国外的台语教会，我伫国外台语很侪当台语的聚会，台语的人的三做伙。台湾的思念变做一个围墙，甲其他人无法当做，袂当传福音。这是真重要一步。咱伫这个所在，咱已经行出第一步。咱有华语的聚会，所以我真赞成这个观念。所以袂记几当前，咱咧推动这个华语的礼拜上，我是中间一个真赞成也真积极咧帮忙的人。后来咱搁更一步行赢外去，咱2楼3楼没变故，咱愈来愈接近赢外。咱接受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可能无一个，可能有啦吼，真侪拢无信仰的父母的家庭，但是咱行出去，咱讲因的需要，咱要教育种听，种信仰灌互伫因细汉的时候伫头壳内面。你甲看，最近咱搁行一步出去，咱伫1楼甲地下室，咱有真侪社会活动，咱有乒乓球队，咱有足侪遐甲外界人伫遐互动吼。咱已经行到营门口，迄营的门口就是咱这个。光复路的这个门口，这个所在，我常常咧想，这个门口咱看开是世界，外面就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咱伫遐有要去参与着无？有要去担这个世界的责任无？有要去将福音传出去无？咱就伫遐坐咧，一日甲坐一日，我相信你会看到过来散车的有问题的人安遐行过，甚至有来到门口。但是咱门是关的，咱无一个开放的态度，讲请因入来，也是讲我出去伫遐招呼因，咱并无通做到这点。但做这步是无简单，因为你行出去，你看一个社会上软者的人，接落你可能有足济责任。你敢当接落伊一日，明仔载就无要插你，可能接落伊一世人也无得空。所以迄个责任，互咱毋敢行出去。咱社区的工课就是一款。对营外的目睭开放去了，所应该做的代志。但是咱对社会的困苦，咱真侪时阵咱坦白家己反省，咱伫内面愈来愈火热，也有各种的迄个传统拢摆脱，伫遐行这个信仰的路。但是行出去步，每一个人来讲，这是真困难的代志。我常常安尼想，那坐伫迄个所在坐一日，若总有一个人安尼行过。我敢要行出去，请伊入来啉一杯咖啡，看伊对话了解伊的困难。
我知影咱伫迄个所在嘛是有当时，就比如青年团契伫遐聚会，有人迄个外面人入来。当然，因伫遐无学着咱迎来遐个礼仪，学着咱迎来文化，学着咱迎来大家斯文，大家疼心，大家顾别人的事，毋嘛干顾家己有自私。咱伫遐较急要教育，较急要甲转化，互伊有信用，互伊有疼心，互伊袂自私。但伊上第一需要的，就是伊生活。就是伊家庭，咱伫遐，伫迄个所在，咱较严格，咱无真开放来接纳。伫托尔斯泰的小说里面，有一摆，伊讲一个小说，讲耶稣伫梦中到一个赤皮的店，梦中甲迄赤皮讲，我今日要来恁兜，所以迄个真欢喜。伫因兜门口，敢若伫咱高雄路门口安尼看过，伫遐等一日。暗时祈祷的时阵，伊甲耶稣讲：“我等你一日拢无啦。”耶稣有啊，我有3届过啊。啊，你有接纳我？伊讲较有。讲第一届迄个喙焦爱水来，你有出去啊添水互伊啉。第二届啥样？第二届啥？你拢去办嘛？迄就是我，迄就是我。圣经里面讲，你行伫兄弟中上小一个人顶管，就是兄弟我顶管。你若接纳伊，就是接纳耶稣，就是接纳信用，就将咱的行为。咱信用行出来这个行为，这个旧约圣经有当时咱读起来真辛苦。我大概看讲，咱圣经内面读经，1年读1本，啊，就甲旧约按头读到信用安尼吼。其实我相信，足多人伫这个读旧约过程中，一定真辛苦啦。因为律例啥，足产生一个意义。我嘛参加这个读经的运动几若届，但是我渐渐咧，无去甲重视迄个条文，看迄个条文中间有趣味的字。中间一句话，我记较到今仔日，利未记内面记载，各种的礼仪、各种的祭祀、各种的祭典咧，有一句话真拍动我的心。伊讲哦，火着常常倒，毋通花；火着常常倒，毋通花。我会知啊，伫遐找无看即个圣经，一头敢若会记一寡，啊是台语的吼。啊，尾仔头拄伫华语礼拜了。美生有我讲伫记载利未记，看第6章迄内吼，伊有找着吼。火着常常倒毋通花，咱毋是讲足热心特别去赢我，这就是谁啊？咱无当行出去上后，最后这赢门咱行袂出原因，因为咱火无当常常倒，咱若像这段顶悬的火共款，常常倒无咧花去，咱行去赢我是为着要救伊，咱就袂互这个责任伫遐变做一个拖累。咱就咱忍受伫遐所需要经过的麻烦甲凌辱，去救伊，就用耶稣的方案去赢我，将赢来的火带出去。所以咱伫信仰这条路顶悬，咱就爱行入后一个阶段，就是对赢来家己赢我，因为咱无法度拍破这个赢的观念这所在。所以行出赢我，第一重要就爱关心社会，关心公益。咱今仔日个长老教会特别。也是讲其他教会共款，真正关心公益。啥物叫做公益的行为？代表就是政治问题，就是社会问题，这就是公益。规本的旧约圣经拢咧讲公益的代志。你讲你若无去，互迄个寡妇，也是讲孤儿，要甲帮助你是犯罪。但今仔日即个物伫咱的迄个教会内面，毋是重点。咱教会是爱看到较侪人读圣经，爱看到较侪人受洗咧。但是伊伫社会关怀，咱并无。咱卖当讲，咱长老教会是行到第2个阶段，因为第1个阶段，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历史顶悬设病院，迄个时阵绝对比慈济较热心。偌济学校、偌济病院拢是台湾迄长老教会设立的。然后有行到第2个阶段，咱伫遐关心这个政治，所以伫遐为着要争取这个自由，争取这个戒严法的迄个会史，咱有国事声明，顶顶发表三款的声明，得罪真侪社会，甚至各种说因安就讲讲。所以长老教有经过第2个阶段，公益的责任，社会幸福的责任，咱有打起来，勇敢行出去。但是今仔日咱愈行愈卡软，咱毋敢行出去，咱毋敢留伫赢外，咱信用伫即个赢内面，甚至做营长，哇！伫教会内面。讲话足大声吼，但是请大家会记住，赢内是救恩，赢外是使命。耶稣要上天的甲咱讲，恁就要去普天的传福音，
这是互咱的使命，咱爱有这个使命。营内咱咧讲信仰，但是营外就是行为。信仰足侪所有人讲着，无行为的信仰就是死的。咱今日毋通干那留伫营内，一声祈祷，祈祷真好，但是毋尔祈祷，咱咧关怀社会，咱咧关怀弱势，伫迄个所在，咱来甲弱势做伙，较咱达到耶稣上天前，互咱的使命，就去普天的去传福音。传福音包括着毋尔是传这个信息，伊的关怀，伊的怜悯，拢来做伙行出去。这是咱教会的使命，也是咱对咱兄弟姊妹第一站真重的挑战。参加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拣选阮做你的信徒，互阮日子所在有得到永生的盼望。主啊，求你，互阮俩将阮这个内心的信仰，一步一步向营外去传福音，互世界拢知影，阮来见证阮这个你是一个基督徒，会咱见证你的永远的活命，互全世界拢知。其实，互阮有一个火热的心，毋通放弃。互阮用这个火热的心，行出去外面，大声有火热的心，行出去外面，将这个火种压伫这个世界中间。原来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第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请起立。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一好朋友，应主听堂来保佑，好人因我承受。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我伊出声。我有救主，我听到被人来生命。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咱留相依。那无情咱来干净，永远的心。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心里最的邪情。他比我来用尽，我为他定定。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请咱犹原徛伫，这是来吟奉献的诗。我
感谢你，阮的一切拢是你的恩赐。阮得到这财物甲财富，拢是对你来。愿上帝，你赐予阮逐项事来做你的好管家，并甘心乐意献上阮的恩赐来服侍你。咱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感谢主的恩典，奉你的名，阿门。请坐。即时来报告。本主日感谢元良长老伫2场礼拜中证道。上联团契改选，闽台长老卸任上联团契的会长。教会顾问代表是金万长老。特聘顾问元良长老。愿圣灵赏赐福正当工的辛劳，甲服侍的气力。小会顶礼拜五有召开会议，决议第一点，改选中级会临时会定伫10月24号召开。因应疫情，即时推选候选人，今年由中级会遴选推荐，接纳林进典姐妹汇集的对高雄中会中山教会专立。中级会本主日礼拜煞后召开，请中级出席。本主日10月3日起，每必有儿童礼拜恢复实体礼拜。近期圣礼典有定伫2场礼拜中举行，要接受圣灵洗礼、虔诚礼、汇集专立的。为着帮助了解受洗虔诚礼的意义，圣礼典7日前会安排受洗课程，请尽早向干事报名。上联团契定伫10月22到23举办尖椒薰衣草花园、时尚温泉度假村灵修2日的活动，欢迎参加。报名请向孙义执事报名。康轩居家长照机构今仔日下晡1点到1点40分，就本会举行说明会，内容请家己参考。欢迎厝内有需要，还是有意愿从事长照工作的兄弟来参加。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放宽室内聚会容留的人数，欢迎兄弟转来参加实体的礼拜，甲团契小组的聚会。第4季主日事工轮值表已经印好，请伫1楼桌仔家己摕。新港讲10月到12月读本已经寄到，请兄弟伫1楼服务桌领取。第12点，网络转账奉献，请家己来参考。教界的消息。伫咱报告第3项的所在吼，咱今年的会员合会改选中级是10月24吼。今仔日阮会开中级会，然后伫中级会中间来遴选推荐的候选的名单。过去咱拢伫咱的礼拜中间所有兄弟姊妹来选吼，来做一个参考。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即摆兄弟姊妹出席较无像较早遐尼多吼，所以呢，咱即摆就用咱的中级来做一个来选出
这个推荐名单，然后小会较搁做一个参考了后，来提出最后推这个名单这是咱目前的情形。那24号呢，感谢上帝因为这段疫情这个期间慢慢有较人疫情有小控制，所以即马有新的规定，就是讲伫咱的礼拜堂安尼9楼中间，若是有保持讲1.5的一个距离，咱规栋的人数都无限制。过去敢若限制讲100个安尼尔这100个若要估计咱的会员合会就较困难啦兄弟姊妹较无法度来，人甲人的中间搁爱保持真大的距离，100个咱就会合会开袂成所以呢，后来新竹中会有去答总会讲这个情形是毋是有特殊的一个改变，还是怎样目前呢，因为这个疫情已经较人，所以呢，咱规栋大楼较无迄个人数的限制，所以咱会当照常来举行咱的会员好会。所以兄弟姊妹慢慢爱转来就是这个参加咱现场的礼拜。虽然伫礼拜堂较无咧像过去安尼十钱坐安尼隔壁安尼但是呢，你会当伫7楼是1楼遮，咱有兄弟姊妹拢伫即个所在来做礼拜同款爱当见着面。特别咱邀请兄弟姊妹伫10月24，请你一定要来安尼咱会员合会会当来进行。那迄个第7项少年团契要举办2日的旅游，要去时尚温泉度假村。听讲这个度假村现在已经装修甲真新真水，目前还阁有6位6位名额所以咱兄弟姊妹有兴趣会当来参加特别是较年长兄弟姊妹这是会长有特别的交代伫这个所在来补充。报告教界的消息，中立教会今仔日举行洪以林传道项目，本会罗牧师代表参加。客宣总会关西教会，今仔日举行吴一章传道项目，就任第6任牧师感恩礼拜。本会郑永国长老甲福音队同工代表参加。新竹中会常联部就10月初7，就本会举行会员代表大会甲干部改选。新竹中会第82届第1次会议10月13，伫新竹教会召开。新竹中会教会部10月16举办教会领袖同工的培训课程，然后意愿的请向干事来报名。这时来唱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阮脚步，临时煞请原谅长老祝祷，请起立。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众兄弟姊妹三角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袂倒。视讯咧做咧办乡的姊妹，咱今仔日咱最近的疫情已经有较人，所以欢迎咱乡的姊妹到咱教会中间做礼拜。在座已经有真侪人慢慢转来吼，非常欢迎乡的姊妹更较侪到咱的教会中间。